是在地新闻继续要来讲，警察是高风险的工作，但是国家却无适当的配套来降低因的风险。以国道警察来讲，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3个员警死伫个车轮下。另外，警察用枪的司机嘛有真大争议。过去7年有17个员警开枪，致使嫌犯伤亡的案件，但是只有1件防判无罪。防判业务过失致死的员警，都要赔偿嫌犯的家属。这对员警的家庭的经济，也有心理造成真大的负担。这嘛，互警察对用枪感觉胆胆，将做早前的弱势。有刀子！警察面对嫌犯，甲死亡只有一线之隔。今天我出勤了，我到底能不能一条命回来，很难讲。老家，去年6月，高雄警方围捕毒贩，嫌犯真凶直接开枪，枪支贯穿嫌犯的要害，伊当场倒落。警员搜车才发现，伊炸300发的枪支。控制。无面之徒拒捕抵抗，经常发生。警员无视前线抵抗，但是开枪了后，就要面对沉重的司法压力。确定子弹的数量。每一把枪都是自己的，这样吗？对，每个人都有一把枪。伊是万华分局警备队员张景仪，带警情执勤已经26档。怎么喊？这一辆轿车就是不肯停下来。2013年70情人节，张景仪开枪断着嫌犯的巴肚，检方以业务过失致死将伊起诉，嫌犯家属要求赔偿1900万天价求偿金。很煎熬，很痛苦啊，因为不管怎么样，总是一个心理上有一个石头压着。一个警情一天都要早超过12点钟，这是伊的护身符，但是将错嘛真做沉重的心肝。加在天上6档，张景仪总算被判无罪。这个压力不该让基层员警来承受，就像我这样，薪资啊有几个6年。但是像伊同款幸运的人并无罪。我们拿这把枪，其实是要保护民众啊，维护社会这一个治安嘛。可是我连我自己都保护不了，我到底要保护谁？讲到过往刑事激动，李永就曾经是保利刑大队长，刑事局曾是大队队长，资历丰富。但是李永吉对警情有一道难以抹灭的疤痕。2001年，李永吉开4枪制服嫌犯，换来对方控告杀人未遂，伊无愿意和解，坚持用枪司机正确，甲嫌犯拍9档的官司。但是最后，犹原遭受判赔104万。有1-2年的时间，我出门都是只有带盾牌，我不想看到枪。边境一冬落来，有高达100件警员执勤受伤的案件，大部分拢是遭受民众的攻击，这是警察的无奈。但是被告无着性命，也有国道警察。敢若是2018年4月到11月，3名国道警员都车祸死亡。喊招叫一下，108。阿 Sir。这款的被告对高速公路开通40多年来，已经夺走23名国道警员的性命。一个致命的枪落，代表的拢是一个破碎的家庭。发生这样的事，却是我一生最怕的事。这个人送足够的东西啊。国道警察所担负的，那是用路人的生命安全，更加是真大的心理压力。我去年工作第1年，我妈就帮我保了很多保险啊，意外险啊，什么医疗险都保了，寿险啊什么之类的。这份担忧只会当留给家己，做警察的精神上心，打起高风险的工作，无倒撇的念头。但是这份正义之心，谁过来保护因，才会当让风险降到上低。